ABCD。好，聽佢哋嚇。我哋先問問題啦。第一題，香港特區除咗享有司法獨立權，還有哪一個領域嘅獨立權利？答錯應該係終審權。第二題，香港國安法第41條明文規定，經誰人書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就。律政司。答啱。第三題，哪個司法機構有權裁定強制土地售賣嘅申請？土地審裁處。答對。下一題，智慧燈柱嘅主要用途之一是提升哪個方面嘅管理？答案係城市管理。第一題，清朝初期哪項政策導致填海規定？答對。下一題，中國司法最高審判機關是什麼？最高人民法院。答對。下一題，邊一度係珠江嘅發源地？答對。下一題，呢一個成語比喻人們不重視問法治規律，急於壓條助長。答對。下一題，資訊題，飄色牌子看似凌空漂浮，其實係站在什麼裝置上？答錯應該係一個成語嘅理解。下一題，資訊題，九龍灣彩石里簡約公屋是由什麼建築物改建成？學校。答對。好，跟住10分鐘之後，我已經答晒10題啦。你嘅得分係140分。咁你喺保護道有分學校嘅同學揀題目，你有 A、B、D 3個數目揀。A 數目。A 數目嘅係好，你準備啦。第一題，香港特區嘅財政收入屬於哪個中央機關嘅收入？中央人民政府。錯，屬於特區自行支配。第二題，根據香港國安法、基本法法律條文，屬於根本性條文。第一條或第12條。答對。第三題，市民如果受到檢控而無力聘請律師辯護，可以透過什麼機構獲得律師服務？法律協會。答對。下一題，哪項服務方便市民使用單一數碼身份接納政府和公私營嘅服務？答案係指方便。下一題，由於需要興建船灣淡水湖，大埔船灣6鄉遷至哪裏？答案係大埔香港公路新田灣區。下一題，根據國家憲法，年滿多少歲才有資格成為國家主席？45歲。答對。第一題，邊一度係長江嘅發源地？錯，答案係青海省黃河。下一題，成語三顧草廬是指誰曾多次拜訪諸葛亮？劉備。答啱。下一題，資訊題，參與長洲標誌嘅幼童體重不能超過多少磅？120磅。錯，答案係40磅嘅。下一題，資訊題，港車北上、澳車北上與粵車南下嘅車輛，都需要經過邊一條大橋往返港澳內地？港珠澳大橋。答對。好，時間夠啦。但係我到中國學校嘅分數係100分嘅。好，跟住我哋睇黃標題揀出中有 A 或者 D 嘅。喺黃標上望準備啦。第一題，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嘅產生辦法最終目標是什麼？
答案係普選。第二題，根據香港國安法第17條，收集分析涉及國家安全嘅情報信息是哪個部門嘅職責？錯，答案係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第三題，哪個司法機構負責處理版權條例？答案係版權審裁處。下一題，哪個計劃會為超過110個鄉村處所提供免費 WiFi 服務？答案係智慧鄉村先導計劃。下一題，哪個廟宇是大埔舊區嘅宗教和儀式中心？答案係英柳江。下一題，邊一個係中國國家法律監管機關？答案係中國人民檢察院。下一題，邊一度係黑龍江嘅發源地？答對。下一題，新知公園嘅下半句是什麼？時間夠啦。好，大個黃建純嘅學校入成得分係20分嘅。之後到可能到而家嘅小學啦，你要係邊順歌？有咩好未？有咩我開始啦喎。第一題，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嘅主要官員必須由哪種身份嘅人擔任？無論我都有喺香港嘅有成堆人。答對。下一題，香港國安法定明行政長官何指定嘅方庭法官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1年。答對。下一題，哪一條條例是管制內容屬於或含有刑事或不雅滋擾嘅物品？刑事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答對。下一題，智慧金處收集嘅實時城市數據包括空氣質素和哪種數據？答對。下一題，如果要前往大美督水掃服務中心，可以喺大埔灣火車站乘搭邊一條巴士路線76期。答對。下一題，根據國家憲法，中國公民若要成為國家主席，需要擁有合法嘅選舉權和什麼權？答對。下一題，邊一度係黃河嘅發源地？天海城。答對。下一題，圍山9日下半句係乜嘢？報貴一題。答對。下一題，資訊題，長洲太平清醮嘅掩飾演員一共有幾歲有黃色劍？47歲。答對。下一題，資訊題，中國海軍絲路方舟號是屬於哪種性質嘅船？答對。可能我而家啲小學係啱晒嘅，你答分。